請喺15秒之內講得出最多歌唱組合嘅名稱。預備3，歌唱組合嘅名稱。預備，菜啊？唔係菜啊，歌唱組合嘅名稱。預備3、2。係咪菜啊？係咪菜啊？嗱，聽清楚先。嗱，問題就係歌唱白菜、芥菜、唔係菜。嗱，聽清楚問題先。嗱，未開始計時嘅。生菜。林婆婆，停一停先。嗱，未開始。聽清楚問題先。嗱，問題就係講得出最多歌唱組合嘅名稱。預備3、2、1。生菜、白菜、芥菜、西洋菜、松烏菜、菠菜。係菜啊！仲嗱，計緊時間啦，仲有5秒。菜心，生菜。好，咁蘇林婆婆，唔好意思，條題目咧係歌唱組合嘅名稱，咁所以咧頭先係冇分嘅，但係唔緊要，嗱，志在參與啊嘛，我哋一陣翻到嚟話俾你知邊個勝出。